新华年会大街对1801年开办以来，除了是台南重要的市集，每一档伫遮丰富的年节盘手、南北货甲农特产品上当的招传，嘛已经全国出名。只是110年因为疫情停办，旧年拄开幕，嘛因为疫情紧急喊停，所以今年恢复举办，摊商甲乡亲拢相当的期待。市府除了严格评选出真侪优质的年会厂商，同时佮将时间延长到7天。市长委托邀请民众13号到19号来踅街消费，有机会抽 iPhone 电视等大奖以外，买当规划一撮台南三乡做阵的山区旅游。新化年货大街已经是全台湾，至少是全台南最厉害的一个年货大街之一，在全台湾也是享有盛名即嘛，咱今年佫把这个时间以前往年有5天的，有3天的，咱即嘛把年货大街延长到7天。7天，一方面有更多的好朋友会当有时间来选购，一方面买到咱好朋友来新化来逛年货大街，逛新化老街佫来做者迄个所在通逛通踅，佫有去迄个新化果菜市场咱新的所在已经变成全台湾热门的景点，佫会当来年货大街买年货，果菜市场买水果，佫然后佫去虎头埤来佚佗迄是真好的所在。主办单位市府经济发展局表示，13号拜五开始将规划165单，而且疫情解封，现场嘛有当提供试食，予业者欢喜行销。同时，新化区公所也推出消费满额送好礼、兑换购物券等好康回馈，希望冲关买起，再创营运的好成绩。台南新闻古文集何乔邦采访报道。